来感谢上届专业的风台甲气象的报告。这个小款风台冲台湾，风台目是冲过兰屿，伫当地是透17级的强阵风，这是破坏性的强风，是甲兰屿市伫甲真凄惨。在地人讲，将来都毋捌拄过遐尼强的风，甲这个渔船吹甲扁，电火条啊撞倒。 加油枪嘛吹甲无去，还佫有汽车嘛是吹甲冰车。上界惨的是，用要甲所有的铁皮厝拢吹坏去，讲这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届。时阵强风甲民众厝内门门吹走，后一秒3、4门嘛对咧飞走，互民众是看甲硬气。 门桥吹到路边，机车嘛桥吹倒，透风落雨，甚至甲民众厝内大底玻璃门掀甲破起。是满地的碎玻璃，涂骹拢是玻璃碎片，无门通砸，强风灌起来，厝内规片如苍苍，客厅内底物件把拢冻倒晒坏。Oh my god！ 行去楼顶的房间，护路间的玻璃嘛规片桥吹倒，天棚的天窗嘛规片桥风吹甲无起。昨天从家里逃出来，严重了。 都是铁皮，哇，真的是！风把门都吹坏，然后把窗户也都吹走了，所有风就都灌进来，然后就所有的人整个晚上都在忙着要挡住风啊，挡到后来大家都累了。 电火条啊，规桥吹到歪去，电线嘛桥拽断，铁片厝嘛桥风掀甲翘起来，含车嘛桥吹甲倒头栽。整个兰屿真的是超级惨啊！因为从来没有遇过那么强的风，那个渔船都被打翻，然后电线杆全倒啊，然后加油枪都不见了，那个汽车也都被吹翻了。 几乎所有铁皮屋都吹翻了啦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啦。人数不断传出灾情，互地当的民众拢真烦恼，因为想要联络当地朋友，电话卡20-30通就是卡袂通。小坑风台来离岛县受到影响，毛当地民众讲，真正是史上上严重的风台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